山上雖然過嚟我間寺院嚟揾我，特別可以幫到你手先。師傅你好啊，係你好。我想增加我嘅財運啊，嚟緊係咪818財神誕？我想睇下可以點樣增加我嘅正財偏財嗰啲，有咩方法啊？哦，哇！咁你叻女喎，因為我上次咧就擺呢個直播，咁啊直播就講咗嘅，咁而家補翻充，你要問我個問題啦。係嘅，每一年咧，農曆嘅8月18號咧，就為呢個藏傳佛教嘅五方財神誕。咁啊，五方財神誕咧就第一個財神咧，就當然就係六財神啦，係咪先？六財神或者300，咁啊然後紅財神咧代表27。咁啊，然後就白財神咯喎，白財神代表49嚇。咁然後黑財神咧就代表16。咁每一個財神咧都有個主打嘅。咁啊，我哋講翻個綠財神先。嗱，綠財神既然係綠色啦，咁佢咧就係屬於揸住一嚿木嘅嚇。木咧就代表38為木，木咧就代東方，東方為卯木，卯木就即係為 good 嘅，所以咧就為之震卦。所以咧係個財星係 good 嘅喎。好，咁然後講翻紅財神。嗱，紅財神咧當然係成個紅色嘅，咁啊手執一條騰蛇嘅嗰條紅色蛇嚇，咁啊腳踏咧就一個咧係咩咧？就金錢龜嘅，咁啊代表咧就財星入命啦。咁啊然後西面咧就白財神。嗱，白財神咧就當然係揸住手揸咧3錠金，右手咧就係揸住一條龍嘅。手執條龍嘅，咁啊所以好 good 嘅。咁啊，然後去到黑財神咧，佢手揸咧就一隻3嚿金之後咧，手執一隻老鼠仔嘅，屬於紫鼠。紫鼠咧就代表偏財局啦，明唔明白？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需要行正財嘅，咁就向東面拜啦，係咪先？嗱，如果你要求佢嗰個偏財局嘅，咁就當然係西面啦，就偏財；橫財嘅就北面。咁啊，紅財神咧就係兼職嘅財神，咁又做正財又做兼職嘅財神嘅，咁所以咧都可以 good 你嘅喎，得唔得？嗱，記得啊，拜財神要有個祭品㗎，得唔得？第一樣當然係紅酒1杯，然後一杯茶或者一杯水，清水都得嘅。咁啊，首先咧就3塊係嗰個芝麻餅。然後3粒發達糖，係咪嚇？好啦，然後又係一個香薰蠟。嗱，如果係東面嘅就綠色香薰蠟，南面嘅就紅色香薰蠟，西面嘅就白